另外，伫咧阿富汗首都一间戒毒中心是受到巴基斯坦空袭，伤亡正惨重。在塔利班政府讲有超过400个人死亡，昨夜来举办集体丧礼。不过，因为19暗时开始就是因伊斯兰教的这个开斋节，双方是同意暂时来停火，也联合国也表示肯定。 阿富汗红星国会人员甲一区一区观察公路车，准备要落葬。因为这个8日暗时，喀布尔一大戒毒中心受到攻击，现场随便做土石堆。幸存者讲，爆炸发生的时，规座建筑密密麻麻，伫个个别色的现场加速指控，讲这种针对病院甲百姓的攻击，互因无通好，搁再传言。 سیاست طفل این مردمی که معتاد بودن همشهری‌های ما برادر وطندارای ما را به در شفاخانه به شهادت پاکستان رسانده این ظلم از پاکستان از حال نیست که از حال باشه 针对这场百外条人命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讲根据国际人道法，医疗设备甲医护人员无论当时，拢必须要受到尊重甲保护，而且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因为19暗开始，就是穆斯林的传统节庆开斋节，就算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暂时停火2天，也毋过联合国呼吁停较久咧，才会当互紧张的局势降温。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for parties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law. So this is in line with that, and we hope that the suspension during Eid will be extended. 因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封锁边境，超过70个装医疗物资的货柜是袂当入去的，互当地医疗体系咧要崩盘。佮加上附近的国家伊朗的冲突，原本当作是替代方案的运输路线，即嘛袂当行。就算开斋节停火带来平静，也毋过伫咧粮食安全恶化甲边境封锁的双重打击之下，阿富汗人民的苦难恐惊还阁真久。公司新闻，陈伟林、吴基昌编译。